默默奔波，只求安穩。我係子琳，今晚嘅藥方係成年人嘅所有奔波忙碌，只為換來一份平凡安穩。每日朝起暮落，為生活奔波，為碎銀忙碌，看似平平無奇嘅日常，撞住數不盡嘅辛苦與堅持。冇轟轟烈烈嘅追求，只盼家人平安，日子順遂，生活安穩。縱使路途風雨不斷，壓力重重，都願意咬牙堅持，默默奮鬥。世間最珍貴嘅從來都不是榮華富貴，而是平凡日子裏嘅平安無事，歲月靜好。所有奔波皆有意義，所有堅持終有回報。難道日復一日嘅辛勞奔波，只換來平凡無味嘅日常？我係子琳，執着生活，奔赴安穩。點個訂閱，願你從此百毒不侵。